咁而呢啲大部分嘅投資騙案咧，主要都係投資一啲譬如 AI 啊，話自己有一啲自動交易嘅機械人啊，又或者係一啲虛擬資產交易嘅方法，咁樣咧而令到咧吸引更加多嘅投資者嘅。咁但係咧，我哋往往咧喺調查裏面發現咧，呢啲所謂海外註冊嘅項目或者係一啲網站咧，其實咧都冇一啲實體嘅存在嘅。咁佢咧有一啲咧，甚至係連所謂佢嘅公司負責人或者係代言人咧，都係用 AI 生成出嚟嘅。咁而所謂嘅海外註冊啦，其實咧都只係咧一啲掛羊頭賣狗肉嘅方法，又或者咧係其實佢嘅牌照咧根本係唔可以俾佢咧處理佢所報稱嘅投資項目嘅。咁有啲咧甚至係已經咧係被海外嘅監管機構咧就係已經係列入一啲嘅可疑嘅名單啦，又或者係已經話佢係無牌經營㗎啦。並且咧就係有亦都有一啲係已經有海外嘅投資者咧，係已經係報咗案話受騙。佢哋喺香港咧做一系列嘅宣傳，甚至咧係租用一啲好貴嘅寫字樓啦去做一個大本營，目的咧只係一個其實控騙投資者入局嘅手法。最終咧佢哋係會將所有投資者嘅金錢捲走啦。咁樣咧即係我哋俗稱嗰啲割韭菜啦。